試想象一下，呢間公司每日都淨賺1.5億港幣，唔係1-2年嘅事，而係每日都賺咁多錢。呢間公司就係本田汽車。根據本田汽車嘅官方網站，喺2024年嘅財政年度，本田就淨賺純利大約72億美元，亦即係每日都淨賺1.5億港幣。呢間每年都賺咁多錢嘅公司，你有冇諗過呢個汽車巨頭係點樣由一間山寨日本工廠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知名嘅汽車帝國？佢嘅創辦人本田宗一郎，一個讀書唔成嘅鄉下仔，點樣由車房仔變成擁有億萬市值嘅跨國企業大老細？要了解本田點解咁成功，我哋要返到去最初嘅起點。故事開始喺1906年，本田宗一郎喺富士山附近靜岡縣出世。喺8兄弟姊妹當中，佢係排行第一。佢爸爸係一個鐵匠，仲會兼職維修單車，而媽咪係一個好普通嘅織布工人。因為揾錢唔多嘅關係，全家人嘅生活過得好艱難。而更加慘嘅係，宗一郎有5個兄弟姊妹都因為疾病嘅關係先後離世，令佢有個好唔開心嘅童年。但係命運嘅轉捩點喺1913年出現。嗰年宗一郎係得8歲。有一日佢喺屋企聽到一陣好嘈嘅咣咣聲，佢好八卦咁跑出外面睇。佢見到一架福特嘅私家車，呢次係佢人生第一次見到汽車，佢完全 get 唔到點解部車會喐。佢又開心又興奮，從嗰刻開始，佢發誓將來定義發明一部自己嘅汽車。由嗰時起，宗一郎對機器嘅熱情就好似一發不可收拾。佢開始學維修單車，只係關於零件維修，佢都會好沉迷，連飯都唔食。但係由於過分沉迷嘅關係，嚴重影響咗佢嘅學業成績。有次仲因為考試成績好差，佢唔敢俾家長知道，竟然諗到用橡皮膠去偽造真嘅家長印章，結果俾佢老豆發現，唔俾飯佢食，仲罰佢跪喺屋企全日。呢次經歷令佢明白到，無論點都好，係唔可以逃避責任，唔可以做一隻縮頭烏龜。時間嚟到1922年。15歲嘅宗一郎喺報紙上面見到一段東京汽車維修公司嘅學徒招聘廣告，佢膽粗粗寄出咗封求職信。好彩佢得到呢個學徒嘅機會。當時15歲嘅宗一郎連書都唔讀，決定離開屋企去東京去揾佢嘅夢想。但當佢去到東京，佢發現現實並唔係佢所想象咁好。老細對佢完全冇信心，仲唔俾佢掂啲汽車，即係叫佢照顧啲小朋友同埋打掃地方。呢個狀況足足維持咗幾個月，呢種生活令佢好冇癮，但係佢一直都冇放棄到。去到半年後嘅某一日，因為車房嘅人手不足，老細終於俾咗一個機會佢，叫佢去學習維修汽車底板嘅線路。雖然宗一郎開始嘅時候係做啲打雜嘅嘢，但係佢逐步向上，直到成為公司值得信賴嘅維修師傅。佢嘅 potential 最終都係俾佢老細注意到。老細唔單止教佢機械嘅維修，仲有公司業務方面嘅工序。佢維修嘅工作係包括咗汽車同埋單車。喺嗰個年代，汽車都只係一種上流社會先至負擔得起嘅奢侈品。而當時大部分嘅汽車都係唔同嘅外國牌子，所以宗一郎好快就熟悉咗維修唔同類型嘅車款。1924年，宗一郎仲協助製造賽車 Honda Curtis。同一年嗰部賽車仲喺日本嘅汽車錦標賽中拎到冠軍。時間去到1928年，老細想擴張佢嘅企業，宗一郎被派到日本一個叫做濱松嘅地方開設分店。起初生意唔好，因為客人唔想將佢哋啲車交俾一個僆仔處理。但係憑佢嘅實力，慢慢將小店擴充到30人嘅團隊。正因為呢間分店喺之後幾年都有驚人嘅速度增長，宗一郎仲叫佢老婆入去間公司幫手日常運作。之後佢仲自製咗賽車濱松號，創下時速120公里當時嘅日本紀錄。呢個紀錄仲保持咗20年。除咗維修同埋製造汽車，宗一郎原來曾經都係一位賽車手。佢喺1936年一場賽車比賽中遇到嚴重嘅車禍，左手骨折，膊頭甩骹，塊面都受傷。雖然佢喺醫院休養咗幾個月，但係喺4個月之後佢就翻去賽車場比賽。但係佢家人對佢重返賽車場好有意見。佢老婆同埋老豆因為呢件事發生咗好多次嘅爭執。到咗1936年後期，宗一郎已經再冇參加過賽車比賽。
時間過去，莊一郎已經厭倦咗佢維修嘅工作，佢創立咗東海精機，係主力生產汽車活塞環嘅公司。豐田更加聯絡佢，要佢幫手製造活塞環，但係50套活塞環當中，只係得3套通過豐田嘅標準。對莊一郎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挫折，但佢冇放棄到。喺之後嗰幾年間，佢去到日本各地參觀唔同嘅煉鋼公司同埋大學，主要係為咗提升翻佢製造活塞環嘅知識。幾年之後，莊一郎將佢收穫到嘅知識同埋經驗再嘗試，結果係大大提升咗活塞環嘅品質。佢仲成功得到咗豐田嘅合作機會。佢嘅新活塞環唔單止通過咗品質嘅控制，仲收到全國各地唔同嘅訂單。公司仲要即時聘請大約2000個新嘅員工去處理訂單。莊一郎覺得佢嘅公司前景係一片光明，但人生往往唔會順利。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莊一郎嘅活塞環工廠被軍方徵用咗嚟製造生產軍事嘅用品。豐田仲接管咗公司45% 嘅股權，而所有嘅男工都要被徵召入伍。佢嘅公司開始陷入困境。1945年，工廠仲被盟軍空襲炸毀。當年嘅南海地震又將工廠夷為平地。日本最終喺1945年8月投降。當時莊一郎差唔多一鋪清袋。二戰之後，日本滿目瘡痍，莊一郎都冇晒計。只好賣咗工廠嘅遺骸，決定休息1年，再諗一諗下一步係應該點行。時間去到1946年，戰後嘅日本缺乏資源，呢個國家經歷咗一場經濟嘅崩潰。莊一郎甚至揾唔到足夠嘅汽油去開喐佢部汽車。有一日佢喺街上面見到一部戰爭剩餘嘅小型電動發電引擎。當佢搞清楚呢個引擎嘅工作原理之後，佢突然間一諗，如果將呢個電機引擎加咗喺部電單車上邊，最後會點樣呢？之後佢仲同12個工作人員成功改裝咗電機引擎同埋單車，仲推出咗本田第一款產品叫做本田 A 型。呢款車雖然噪音好大，仲有好大嘅濃煙，但對於當時嘅日本人嚟講，呢部車確實係幫到佢哋好多。1948年，莊一郎利用佢嘅舊貨倉同埋商業 partner 藤澤武夫，創立咗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即係 Honda Motor Company Limited， 正式開始咗佢嘅公司時代。喺第2年，本田推出咗第一款自製電單車 GMD Type， 佢嘅98cc 引擎標誌住本田喺技術上面嘅進步。本田由嗰時起開始邁向國際，開始喺唔同嘅地方打出名堂。當時莊一郎已經將電單車嘅品牌擴展到賽車世界。當時嘅賽車唔單止係運動，仲係好大嘅宣傳平台，所以佢走遍全世界，四圍睇賽車比賽，仲學習同埋分析佢嘅競爭對手。事實上，莊一郎喺佢嘅職業生涯當中都會研究對手嘅資訊，會諗盡辦法努力去超越佢哋。1954年，莊一郎仲宣布參加曼島 TT 賽，呢個係全球最頂尖嘅電單車賽事。當時日本電單車都係平價貨，價錢只係295蚊美金，呢個價錢都係其他電單車嘅1/4。1961年更加橫掃 250cc 同埋 125cc 嘅級別，奠定咗本田技術王者嘅地位。同一時間，1958年嘅 Super 級電單車喺美國大受歡迎。去到1963年，本田已經超越咗 Harley Davidson， 佔據咗美國電單車市場 40%， 成為全球最大嘅電單車公司。仲喺俄亥俄州起咗第一間海外嘅工廠。時間去到1960年代，莊一郎決定進軍汽車市場。雖然當時好多人警告佢呢個決定係好大嘅冒險，因為日本已經有日產、豐田呢啲大汽車牌子，好難再加入呢個汽車市場。更加有日本嘅官員同佢講，日本係唔需要再多間汽車製造商，但係佢完全唔理會呢件事，完全當聽唔到。喺1963年，本田推出咗汽車 T360 迷你卡車同埋 S58 跑車，雖然初期銷量麻麻，但係本田一直都冇放棄。1972年，本田思域正式面世，佢係市場上面最成功嘅汽車之一。
小巧嘅車身同埋慳油嘅設計，令佢喺美國同埋歐洲大賣。1980年仲全球銷量超過35萬部。由於石油危機，1970年代嘅期間燃料短缺，本田推出咗 CVCC 引擎。佢優點係減少汽車廢氣嘅排放、慳油同埋帶領環保嘅潮流。呢啲都係其他大型汽車製造商當時未有考慮嘅要素。正因為咁，本田好快就喺汽車市場流行起嚟。由電單車去到汽車，宗一郎嘅夢想慢慢達成。1980年代，本田已經係日本第3大汽車製造商，仲喺全球市場佔據重要嘅地位。但係本田都冇停過，佢哋仲開始咗多元化嘅發展。1999年，本田推出咗美國第一款混合動力車 Insight。2015年推出咗 Honda Jet 小型商務機。呢幾年每年生產超過3000萬部車輛，業務仲遍佈咗汽車、電單車、飛機同埋機械人。宗一郎喺1973年退休，1991年8月5日因為肝功能不全喺東京順天堂醫院去世，享年84歲。由1922年嘅鄉下仔去到席捲全球嘅工業巨頭，本田只係利用咗1個世紀嘅時間，就證明到夢想同埋創新係有無限嘅可能性。本田宗一郎曾經講過：不要因為99次失敗而氣餒，一心為第100次成功而努力。回顧我嘅工作，我覺得我犯咗好多錯誤、失誤同埋嚴重嘅疏忽，但我為呢啲成就感到自豪。每個錯誤都係一次學習嘅機會。我從未重複相同嘅失敗原因。佢嘅故事帶我哋返到一個鄉下少年嘅起點，見證佢點樣喺逆境入邊改寫歷史。本田唔單止係一間公司，更加係一個關於決心同埋創意嘅傳奇。最後，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請俾個 lik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下次再見，拜拜。